欢迎收看《台湾新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带大家来关心这个流行性感冒预防车，敢真正变作是致命针呢？咱来看到讲台中市有一名51岁查甫人，咱看到10月初10，伊拍这个公费的流感疫苗哦。 看到伊10月19，竟然带入去家护病房，讲有性命的这个危险哦，身体讲有不良的这个反应，感觉预防车有关系的。那么讲伊即阵确诊或者是物，这个急性的多发性心肌炎吼，英语叫做 GBS 啦吼，致死于即阵是昏迷，但是咱讲哦，这个病吼差不多这个致死率差不多哦，敢若是10万分哦，至1.2到2.3%啦吼。 卫福部长陈时中即阵嘛讲哦，交由救济小组来研判原因啦吼。疾管署副署长曾仁祥伊是讲哦，大部分哦，拢讲这个镜头甲流行性感冒预防车是无关系吼。但是有少数的这个专家也好，认为讲可能有真实这个相关性啊，致死于感染。整个咱看哦，400多万针吼，安尼注落去，预防车注落去，台湾出现51例不良的这个反应啦吼。拍这个 Sanofi 有12例，一例是严重。 不良的这个反应，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51岁带台中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规个这个疫情来看哦，韩国更加是这个严重吼。但是咱讲真正甲预防车有关系吗？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韩国即阵吼有差不多1154组啦吼，这个流行感冒这个疫苗有不良的这个反应，自费预防车306件。 公费的差不多是848件啦吼，累计已经有48个死亡。但是咱讲哦，这个韩国这个预防车来源差不多有5件啦吼。因家己韩国遮哦，预防车这个制作来源都有韩国，敢若有4件哦。咱看到有这个 GC Pharma 吼，佮有 SK Bioscience， 佮有这个韩国的疫苗啦吼 ，Korean Vaccine， 咱佮有这个波林製藥。其实咱嘛有讲到吼，法国佮有这个 Sanofi 这个制作啦吼。其实 Sanofi 伫韩国这个病例吼，可能是一例这个无正常。其实吼有40外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是来自吼，咱讲伫韩国家己制造这个疫苗。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吼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部分吼，因看到这个严重性，所以因即阵吼是停住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流行感冒这个预防车甲死亡案例到底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无吼？咱嘛看到讲韩国政府因是讲吼，最近安尼看起来专家认为是无啦吼。但是韩国即阵吼嘛看到 这个情形嘛是讲吼，其实咱看到这个案例来自这个预防车的来源是5件啦吼，所以应该唔是预防车本身出问题，所以继续要来推测到咱讲整个的这个预防车这个注射的这个部分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就要来了解讲台湾甲韩国目前流行性感冒这个注预防车这个问题，先做回来讨论。 这部电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就是前卫生署长涂成铁。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诊所协会专联会发言人麦建峰。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咱就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这个51岁台中这个查甫人吼，咱讲伊即阵是这个 GBS 这个吼有确诊。 这个急性多发性的这个心肌炎吼，但是到底有直接和这个预防车有问题无？咱先做来看。台中一个51岁姓林的查甫人，这个月初10自公费的流感疫苗了后，隔两天佮因某做伙去爬合欢山，毋过伫个19雄雄感觉身躯有各样，20出现骹手直麻、下半身无力、声音烧声、吞毛困难、自律神经失调、喘气真紧，送病医了后，就带入去家护病房。 也没有在吃什么慢性病的药，然后遗传病史就也没有。10月10号去打的疫苗。家属表示，爸爸身体真健康，无慢性病史，无法度理解讲是安怎注疫苗了后的10天，就带入去家护病房。目前初步研判是急性心肌炎。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已经要求疫苗相关单位甲疫苗公司要进一步查清楚。疫苗救济小组来研判它的一个关联性。 因为我们还持续请Sanofi跟我们回报拿世界各地的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那我们来做研判。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是指出，若是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所治疗的是格林巴利症候群这种急性的心肌炎，靠疫苗刺激到引起自体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的可能性，敢若10万至8万分之1的可能。所以这一例是不是这个疫苗引起的？这个还需要调查了。其实是疫苗引起的，因为疫苗引起格兰巴利症候群，其实是10万分之1到100万分之1的机会。流感疫苗是打完2到6个礼拜产生这个病是比较常见的啊，它是稍微早了一点点，它是10天嘛。问题是谁来驱动这个免疫反应？
姓林的查甫人住院的病院，目前已经初步排除病毒甲细菌致死急性新经验，敢是疫苗所引起的，也搁伫咧化验当中。卫福部甲感染科专家是指出，目前台湾自流感疫苗以来出现12例严重不良反应当中，拢可用排除讲甲疫苗有直接的关系，民众毋免受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台湾即阵咱讲预防社资料这个真踊跃啦就是讲真侪人来去做，但是疫苗咱看过去真正有较无够的这个所在，但是咱讲过去疫苗这个数量今年是比英国搁较侪啦咱讲即阵已经拍差不多400多万剂啊啦400多万剂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即阵有一个确实严重不良这个反应400万分之1，啊，搁咱讲这个 GBS 这个部分是这个盛行率差不多是10万分之1.2至2.3，就是讲10万个差不多1.2个人跟2个人这个部分会治到这款病，但是这甲疫苗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恐惊咱安尼看可能较无关系吧？这疫苗因为是咧祝福健康人的，是健康人不能健康，所以若种有啥物变化发生，伊拢想这应该是自疫苗产生的啦。OK， 但你也知影讲咱逐日咱一当有3亿几个人咧看门诊，所以一个月我们一日过几百万个人啊所以你几百万内底你内底有足侪拢就是感冒，老师一般差不多用要一半是这镜头，所以表示讲你拢无注疫苗，逐日嘛是有人咧发烧，嘛是有人咧发生代志。今年说点点比较少，因为即马大家拢洗手戴口罩，所以今年敢若登革热以外，几乎所有的病拢减少，但是逐日拢有人咧破病，所以逐日拢咧打疫苗，所以这两项代志有当会同时发生啦。你会感觉这是因果关系，所以这因果关系有影真困难当然是较严重，大家特别提出来讲那总共照这个发生率来讲咱400几万的人才发生一个，那安尼这是本来个咧发生的，10万人内底有一个嘛是讲就是因为资料引起的，即嘛这专家大家人真歹去判断讲，这个是疫苗的因果关系啦引起的，所以伫迄个打疫苗拍疫苗这个代志，常常发生这落大家拢会足紧张的，紧张了怎想过？大家经过讨论，怎唔敢去做？所以重要的包括韩国也是，咱这也是，拢讲你爱继续去做疫苗。有影。唔通讲因为安尼个无做疫苗，因为这个无去做疫苗的代志，比这个副作用的代志更加上重。而且这个副作用无一定是因果关系，所以无因果关系，所以大家换一个介子去做。当然，今年去做流感疫苗那就是要保护流感。来较危险，今年拄倒病，流感是较无遐危险嘛，因为大家拢较袂传较袂传。但是我是爱做，尤其是你即马这时代迄个人年纪较大的，还是较囡仔的，这因为副作用，我是讲毋是药的副作用，是流感感染以来并发症较重，所以这若注射了会较袂着并发症，较袂死亡就对啦。无你若无做，正是着流感，你。重症的机会，并发其他这个重症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大家继续关心个，莫伤过惊吓。因果关系，互专家去判定，我看起来无一定就是因果关系啦。但是咱有一个叫做疫苗受害救济这个小组我是希望伊虽然因果无足明的，若种有几个医师感觉讲，嘛有可能是。这我爱用这个疫苗来甲救济较好，莫互大家惊吓。这是所以唔免伤过紧张，应该这400几万剂，较有一个这个个案发生，这个疫苗也是足安全的啦。OK， 咱嘛讲这个51岁这个查甫人即阵可能有较清醒伊讲手指开始会当震动代表讲这个分泌不清的这个部分甲叫可能还佫有听到啦所以咱嘛希望讲伊的这个状况会当哪来哪好啦但是佫回过来讲咱讲到这个2020年甲2019年咱讲这个预防车这个部分其实2019年的时阵，迄当阵还佫较欠但是还佫欠的这个情形有啥物咧？就是讲咱看到这个
10月底吼，迄当阵哦，自费的这个预防车才开始咧拍哦。迄当阵公费的预防车哦，到11月哦中哦，11月15，迄当阵才开始咧拍啦吼。咱看到讲11月初5的时阵，咱嘛看到讲哦，学生甲医师人员吼，12月初8，搁有60岁，搁有这个学龄前的这个幼稚园的这个部分然后啊，2020年1月初了吼，其他符合资格来去拍啦吼。这个620万剂然后可能搁较悬吼。啊，今年是720万剂，啊，可能实际这个数字有来到这个748万剂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今年是10月初5开始拍，啊，有人就讲吼，哇，今年是这个功夫最费吼，共一工来去拍，啊，有人就讲啊，其实。去年会安尼拍，其实是迄当阵即个预防车搁较欠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即个麦医师啦吼。咱其实讲着吼，有人讲啊，今年就是因为安尼同时阵开始拍，所以吼毋只买手，才搁舞出来。咱讲吼，但是着保定着个回失率啦吼，啊，即个问题吼，麦医师伫实际吼，尤其你搁是即个专联会即个发言人吼，看到整个即个疫情啊，还是讲即个疫苗即个部分，你安怎看咧？其实大家今年会抢做这个预防下吼，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去年这个 WHO 咧决定讲，伫这个预防下内底要放啥物成分的时阵，伊较延迟。是。所以讲去年4月才决定讲要用啥物来做，所以去年的制作规拢延迟。延迟了后，在去年咱台湾下单一个对3价疫苗要改做4价疫苗，所以这个过程中咱的采购较慢。是。所以伊的公费预防下是1月15才开始，所以当阵真侪民众注无下。OK。啊，而且去年吼，咱的自费的这个预防下，敢若46万剂，今年是来到136万剂。是。吼，啊，去年因为自费先开始做，10月初就开始做，所以真侪医生做到10月中，10月中开始做，做到10月底。公费的也未开始做，都已经无预防下，是，所以民众记忆犹新，就感觉讲，哎呦，这流感疫苗若无紧去做吼，可能会做无，所以今年就同时开打，大家都拼性命来做啦，是，所以阮曾经伫第一天开始做的是做100外剂 ，OK， 好啊，而且今年的自费的预防下比公费搁早几工9月底就已经开始有人开始做啊，好，所以民众。因为惊伊讲做无预防下，甲去年共款，所以今年就开始强打疫苗，这都跟咱台湾的民族性有点关系啦，抢吃蛋挞、抢吃臭豆腐、排红豆饼一样。那我是感觉大家唔免惊，因为去年的这个人口的涵盖率吼，预防下涵盖率差不多4%，差不多25%。OK。今年提升到3%，差不多31.7%可以打得到疫苗，所以。唔免烦恼，哦，就算你无做到这个流感的预防下，吼，你的群体保护力嘛是会比往年拢搁较好。OK， 所以我是感觉大家唔免烦恼。来数字顶来看吼，其实咱讲吼，4%的人有拍过，其实咱就这个全体免疫这个效果伫啦吼。咱嘛讲着吼，这回咱这个部分啊吼，虽然讲哦，有的人吼真正抢无吼，排队排到要害去啦吼，所以啊有真侪这个吼民众批评的这个声音，但是咱讲吼，这回咱嘛有超前部署伫咧这个预防下这顶面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吼，伫咧2020年吼，甲2019年吼，咱看到这个过去咱拢摇来摇去讲啊，今年可能是会流行 H1N1 也好啊，还是讲 H3N2 啦，都是 A 型的吼，还是讲这个 B 型的流感有这个山型株也好，啊讲有这个 Victoria 这个株吼，等等的这无共款，但是即阵咱拢开始。根据着这个 WHO 因的这个建议吼，可能会有什么款的这个流行，这回拢已经改做是这个4价这个预防下啦吼。啊，即阵咱搁看到2020年呢，搁有吼较未有这个过敏反应，这个细胞培养这个预防下出现啦吼。所以吼，地书讲，这款的这个过敏反应，也是讲吼，真正的这个吼镜头会较尔减吼。继续，咱搁请教研究员吼。其实咱看到这个预防下，也是讲疫苗的这个栽培啊、培养，其实拢需要时间吼。尤其咱讲。伫咧卵的这个培养吼，可能要2个月啦吼。啊，即阵咱有咧推测到这个细胞培养这个预防下，伫咧这顶面吼，咱看到啥物这个差别？尤其咱讲吼，要摇来摇去，还是讲吼，咱伫咧卵头顶会看到讲，过去甲这个人的这个突变吼，是真正真大。所以即阵才有推出这个咱讲的这个细胞培养的这个部分吼，咱请研究员来甲你解说一下。OK， 其实咱即摆吼要制作。疫苗吼，尤其流感疫苗，基本就是这两个技术嘛。是。啊，这两个技术呢，
上技术上成熟的，就是按卵啦 ，OK， 卵来培养。按卵培养的吼，伊的好处就是，伊虽然伊爱甲2个月才法度全部拢做出来，但是咱的卵吼，你只要卵的来源哦有够多，你排就够足多 ，OK， 所以伊吼要从制作甲做出来，甲分装包装做到好了2个月就是，但是伊一遍咯会到100万剂，吼，所以伊的量会足大的。是。若是细胞培养的吼，伊的优点就是讲，伊是就单一性的，我毋是放在卵个内底，我就按照咱的哺乳性动物的细胞内底去培养就会使。这2个差别就是啥物？因为你若是咧鸡卵内底吼，咱食歹讲就是讲病毒放入去，伊会变哦，因为伊本来这病毒是适应在人的身上，对，即摆变到鸡内底，可能会变，所以这变异是会导致咱的预防虾的所谓的保护力是毋是会减？ OK， 变异的问题。第2个就是卵，有咱拢大部分拢会知影讲，伊所有卵有所谓过敏嘛。是。但是这部分呢，慢慢即摆因为技术的进步吼，有甲这方面都是你卵的污染物吼，咧纯化制作时想办法给弄个清气。这就在降低所谓的过敏反应。但是细胞就无这个问题啊。好，但是因细胞就甲你讲，伊无法度朝卵来大量来培养。 所以，大部分伊的制作的就个所谓的，咱来讲的所谓良率啦，要是做出来，个包装料吼，大部分拢超2个1半尔。所以伊大部分一个批次吼，50万剂了不起啊。是。所以吼，就是安尼，你即摆来看咱价钱来看到，因为你量大，所以伊价钱较低。较低啦吼。细胞培养就较贵。是有影。 所以伫咧这个价小头顶吼，有这个成本上的这个差异啦。其实咱嘛讲到吼，这回这个公费这个流感内底，咱嘛当注到这个细胞培养这个预防下这个部分吼，咱等下再好好来解说。另外咱嘛讲到吼，南韩到当有48个人吼，注这个流感预防下所来死亡吼。咱嘛讲到这个根据卫福部的这个统计吼，咱即阵吼超过400万剂吼不良反应，咱头拄讲到是51件吼，但是这51件到底是啥物情形吼？咱先做来看。 透早台北市信区上有里办公室门口就出现排队抢注流感疫苗人，虽然南韩传出真侪件注流感疫苗了后死亡，不过大部分的人也是对台湾疫苗有信心，甚至有100岁人士当年拢来注。年纪老了嘛，年纪大了吧，大的话比较安心一点。现在这些疫情比较严重啊，刚好这个机会。 南韩死者做的流感疫苗抢排，只有法国赛诺菲有引入台湾。根据疾管署统计，到10月20日为止，全台已经做412.8万剂流感疫苗，通报51个不良反应事件，甲去年同期48个差不多济。其中12个是属于严重不良反应，出现心肌炎、芳寿兴、昏迷等。赛诺菲只占1例。技术认为流感疫苗是无活化疫苗，出现心肌炎可能是本身道病造成，甲疫苗本身无相过大关系。心肌炎就是我们的病毒入侵心脏之后，引起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造成心脏肌肉的发炎，而产生心肌炎。所以可能跟最近，其实我们入秋之后，我们发现说心肌炎的发生率有逐渐增加，就刚好有可能同时发生。疾管署表示，虽然南韩流感疫苗进会配合甲台湾无同，不过医院会继续关心，医所提醒确实有发烧，或者是有三高慢性病人、心血管疾病人，建议等病情控制稳定了后才去做。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拄讲哦，这个拍400多万剂吼，有一个这个吼严重不良这个反应啦吼，但是咱其实有讲到51件虽然有这个异常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讲到讲这个51件这个这个异常的这个部分，其实吼有当时啊和咱家己的这个免疫系统有关系，然后咱先请这个卫医师来讲吼，其实咱看到吼，伫咧全国来看。即阵吼，这个流感的这个流行率吼，也是讲啊，这个病例应该是0啦吼。尤其咱讲到这个不良，也是讲异常的这个反应，51例内底，因大概有啥物款的这个反应无？我想甲大家报告就是讲，阮临床上咧做这个预防下是阮所谓的不良事件通报吼，是你若看到讲你预防下做了啊，无论发生啥物事件，你拢会使通报。OK。那比如讲你做了啊，真干那米久咧，你会使通报。那你做了落体，你嘛会使通报。做了后像这个基因巴瑞，咱讲这个神经炎，嘛会使你通报。但是通报的是咱是无咧，咱只是因为伊时间的
时间的前后关系去通报的，但是无一定是因果关系。好，那所以讲，比如讲咱若注了后，你伫卖医师的这个禁售注了行出去，达到高赛，这是时间性的前后关系，但是唔是因果关系。所以这51个内底，我想占真正甲预防下有关系，可能无到1/3。那每一年咱这个疫苗的救济小组拢会去看，拢会详细去看讲这个患者伊本身有啥物情形无，有啥物本身有啥物症头或者是疾病无吼。譬如讲，阮有3种患者，一般是建议讲卖注射。第一就是你当咧发烧的。OK。第二就是讲你曾经做过有真严重的不良反应。好。第三就是讲你有一寡慢性病的，譬如讲你都咧洗药剂，最近的情形无啥稳定，譬如讲药剂洗了血也无啥稳定，或者是讲你是糖尿病，最近血糖吼。控制了无好，这种我会希望讲伊的毛病先控制好稳定再来做。所以讲，因此呢，阮像我的诊所每一年大概做预防下工资费加起来要上1000咧，真罕你看到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罕见。是有影啦，所以真。罕你看哩，但是吼，因为咱讲可能是韩国这个事件吼，致使咱这个惊吓性吼较悬吼。咱嘛有讲到吼，虽然即阵吼400多万剂，还有300多万剂啦吼，今年咱看到是这个自费的这个部分加较济吼，但是某人建议讲吼，亲像今年吼即回啦吼，咱讲到啥预防车会欠较济，就是讲吼。同时阵来去拍，有人嘛建议，亲像讲台北市长郭文哲，过去做医生，伊即阵嘛讲吼，若是有即个会使个定来，卖同时阵来去做。伊讲吼，第一部分优先的，就是即个65岁以上的吼，爱来去先做啦吼。可能是即个50岁以上，伊是讲是65岁啦吼。过来则是咱讲的即个差不多满6个月，甲即个3个月，即个3岁6岁即个囡仔啦吼。所以伊有时间上的即个排比啦吼。咱先搁请即个署长啦吼。若是讲时间上吼，真正有这个优先顺序吼来去做，你有啥物建议无？我要去甲大家说明讲，咱啥爱做这个流感疫苗吼。即马咱即马大家开始了解讲，有一个叫群体免疫啦吼。实际上这会产生一点群体免疫，但这毋是关键是要用的。所以这是伫1998年吼，我拄做防疫处长迄阵吼，就是去做这个代志。迄阵第一档做流感疫苗。迄阵流感疫苗吼，拢买18万剂尔啦。18万尔。但是做2周个做6万剂尔，我系啊，这个无做个过期个无效啊嘛。所以吼，迄阵署长吼转成叫我去，我做防疫处长，所以我用一个方法，甲伊讲上危险的人，就变做讲还有讲较危险的人可使做。所以3礼拜就甲这12万剂做了啊。我迄阵当时做3个研究，看讲做这有效无效，结果吼。注这了，互即个住伫即个咱叫老人之家的人吼，伊尾啊3个月后去看伊这中间发生的肺炎，发生的死亡会当减75%。哦，吼当病75%，一般的病减50%，所以表示真有效。这真有效了吼，但是第2档尔吼，当然无买遐济。但是客甲弄破玻璃啊啦吼，所以尾啊即马愈来愈侪人做啊，吼。所以即摆迄阵较做18万剂，即摆已经拢400-500万剂，600-800万剂也无够用。这个只要大家开始知影，啥阮甲即种预防下，阮甲叫做讲福利型的、福利型的，毋是即个免疫型的。意思讲，阮无重视伊的群体免疫，因为少年拢无做嘛，所以一定是流行的嘛。但无要紧，少年的感染了无发生大问题，上个添一下安尼啦吼。但是老大人无讲，老大人会可能记载袂掉啦，记载袂掉，肺炎啦，可能会过身啦吼。囡仔，就细汉囡仔也是，所以惊有一个副作用，会并发症啊。所以咱家讲这个福利型的，福利就讲你有做有保庇，但是毋是要做来互这卖流行。全体免疫的啦。免疫毋是要卖互流行的。当然嘛有这个效果，老大人做了去保孙啊，当然孙啊嘛较袂着。这我有群体免疫效果，但是重点毋是要来做防疫性的用，这是来做。福利性的，福利性讲你做你个袂危险，所以吼，这个部分什么人爱先做，就看什么人较危险。这当然是过去吼，咱即马讲你有病吼，检查了卖自口，毋是，迄是惊讲发生，同时发生，你会讲
其他镜头拢做伙出去。啊，你叫偌预防注射啊，报章写者，大家唔好去自个害啊。是。实际上一开始，什么人上优先做呢？有危险的人，已经讲伫大院内底有心脏病、有肺病的人，等你优先爱做啦。因为已经得一种病啊，你个得一个流感啊，挡袂掉就对啦。所以等到癌症的人是优先做呢，唔是讲啊，你这有病卖做，迄是因为吼，咱即摆去吼。对众人啊，即健康的人啦，你有小可流鼻，你有发烧，无你莫做啦。搁过较讲，因为惊治疗，当小努力起来，你讲啊，这是预防下，唔是啦，这是为着讲保护即个制度较济，唔是讲保护你较济啦，吼，唔是啦。啊，当然你啊，已经有镜头啊，其他镜头，你去做咧，当然有当会讲我挡较袂掉，迄也有啦。但是实际上，唔是讲有镜头的人。有艰苦的人，佢袂使做，拄啊倒病，有艰苦来应该爱优先做啦吼。所以安尼来讲吼，大家较袂遐惊吓啦吼。但是医师若甲你看了讲，你莫做，你个莫做较好啦吼。医师的这个评估嘛是非常的这个。这重要。所以吼，这少年吼，唔免做不要紧。OK。壮年唔免做，但是做老大人的、做囡仔的，我是爱优先做。啊，当然这是做伙做的啦。咱今年是闰年呢。所以咱讲10月做是还是等于去年是11月做小工啊啦，所以即马天气开始咧冷啊，即马做拄好。我甲主持人补充一下，我头拄有讲，即个慢性病的无稳定的，才暂时暂缓，但是其实慢性病的吼。这是上重要爱做的，这就是头拄啊，咱秘书长上。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咧西药剂，上重要就是爱做是即寡人。是讲你即马若拄啊，或者无稳定的，阮才请你讲暂时先莫做。或者是讲你即马当咧发烧的，你若甲做咧，你都毋知影你即个发烧是预防下引起的发烧，或者是感冒引起的发烧。但是因为像阮小儿科医师，阮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讲训练，所以讲伊若是当咧感冒，我看到。家扫流鼻水，但是其实我感觉伊无啥会发烧，或者是这病情真轻呢，我嘛是鼓励因较愈早做愈好。所以这是爱甲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讲吼，慢性病这个部分，伊就是高危险群啦吼。但是伊即阵若是身体佫开始各样啊，当然嘛是爱吼照这个病情啦吼，先叫伊先卖。但是因是第一批爱来注意的啦。另外就是爱佫甲观众做一个补充，就是讲，因为咱做这个预防针时，拢是伫咧寒天，啊，有的囡仔带来诊所。做预防针是遮梆梆遐梆梆的，啊，佮喙佮食一个，所以可能有腺病毒啊，对，腺病毒啦，什么感冒病毒啦，吼，啊，毋是流行感冒，好，啊，所以做了长期咧流鼻咧扫的，伊就讲怪在这个预防下，OK，是毋是？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哦，这个家长也是讲吼，这个一般人吼，真正要分得清楚啦吼。但是咱嘛来讲吼，这回会造成吼，咱讲真正这个。欠吼嘛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原因伫咧吼，咱看10月7号迄当阵是部长吼，家己伫遐做伙吼来做示范，来做拍预防针啦吼，所以嘛有人讲吼，哇伊安尼带头拍啊，大家拢嘛真吼踊跃啦吼，咱嘛看到10月15甲10月14啦吼。咱看到这个10天来吼拍了273万剂吼，使用率差不多45.3%吼。咱头段嘛讲到，可能是受到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伫咧，然后另外咱嘛讲到吼，10月16时阵，卫福部紧急宣布50岁至64岁无慢性病人吼，你着吼这个高风险群吼接种的这个部分吼是较偏较低，所以因爱先拍啦吼。另外10月17的时阵，因就讲吼，哇，遮的人就开始无法度吼，先来来注意防下吼，所以引发着民众的这个不满。另外咱们讲吼，这个陈时中部长讲，毋是逐个人拢爱拍吼，这个中年还是讲吼老人，这个壮年的吼。族群若无慢性病，就相对无遐尔高风险群，然后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回实来讲吼，做法上较无遐尔矫正啊，实在是对不起啦吼。但是咱要讲到吼，因为今年吼武汉肺炎疫情当咧兴吼，所以大家吼咧拍人较济。但是咱嘛讲到吼，自过去咱讲旧年是2019年11月开始拍，但是小连续过无偌久，武汉肺炎就开始啊。所以咱讲即阵吼。遮尔侪人想要拍嘛是有原因的吼，但是咱看到，咱讲这个流感预防针会当挡偌久，其实咱要防的吼，可能嘛是讲即阵先超前部署一下，嘛是预防讲未来秋冬季若是入去的时阵，这个武汉肺炎若佫清起来，咱有法度过来防止淡薄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吼，咱即马在所谓的不管。咱讲说呼吸道感染足侪种病嘛，是。但是咱的免疫系统吼，大部分在咧感染时阵吼，因为咱为了要应对这个病吼，
啊，咱做所谓的防御措施啦。在防御措施内底，咱的免疫反应就讲保护性的方，其实都拢提悬啦。OK。但是这个提下悬啦，如果你即马先有拍流感疫苗，拍落去了，你的免疫反应，所谓的我们讲啥基础免疫反应啦。哦，这个基础免疫反应其实有提悬的啦。是。那提悬了，你若是就算你啊，哪怕个拄着其他的病毒啦，比如说腺病毒啦，或者是所谓的我用人类呼吸道融合病毒啦，叫做 RSV 这种，因为你有基础的免疫反应起来的时阵咯，大部分你若减量最轻微的时阵咯，其实你不会发病的啦，所以这个伊的优点啦。OK。但是咱即摆唯一爱紧张为虾米？因为即摆吼，你若无拍预防针，你若一种啊两种以上的病毒感染着，伊的所谓的咱讲的共伴效应出来时吼，免疫反应安怎走，其实咱拢唔知啦。是。尤其是严重无？有较严重。是。所以尤其是咱对这武汉肺炎，因为咱对伊了解无偌深啦。是。所以伊即马伊会感染着，那伊啊若个感染另外一种病毒时阵，伊安怎走，那其实咱唔知。所以上好的办法，你就是拍预防针。是。预防针先甲流感感染的先控制掉。OK。这是嘛基础啦。咱嘛讲到韩国吼，啥啦48吼，大家遐尔惊吓。有人讲吼，可能是这个韩国群组感染、社区的感染有够侪啦吼，所以这回可能这个流感疫苗注落去，哇，真正唔知影到底分会清楚，咱讲是武汉肺炎地属的，还是讲真正是吼这个流行性的感冒预防下注咧，咱搁先请教这个研究员吼。所以韩国头拄你嘛讲到，这个共伴效应有可能伫这个韩国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即阵台湾看起来，可能咱无这个社区感染的这个部分，所以地属咱看着吼，这个预防下这个部分会当防治较好，但是韩国的情形都唔是安尼啊。因为即摆吼，我头拄咧讲的时阵，咱的免疫反应就趣味的所在啦。你若一个病毒感染时，咱就比如说伊反应就是1，你若搁另外一个病毒感染时，就是1+1一礼拜。但大部分你这反应出来拢是吼超过2。超过2吼。嘿，大部分拢是安尼。OK。咱即摆看到大部分的所谓预防针的副作用，不良反应的，大部分都是免疫反应过激啦。咱所谓过激就伤强啊啦。伤强吼。这叫免疫反应的伤强吼，伊产生一寡发炎的物件吼，照着咱的血液循环是黑白走的，规身躯拢咧走的。所以咱这样看到，包含伊的一寡副作用，包括心肌炎。其实即摆心肌炎研究就知影，因为咱一寡所谓的细胞激素啦，这物件大量的产生了，伊就走去心脏边这附近嘛，伊靠着血液就甲迄边去啊，所以伊产生一边侵蚀，而且破坏咱的心脏的功能啦。当然，同款的道理，你即马若是讲武汉肺炎，你之前有感染过啊？伊其实伊的基础免疫反应其实提悬的哦，无是从多开始一定提悬的。OK， 这边你若搁拍一个疫苗，搁拍咧，其实疫苗你若看到另外一种病毒咧拍的物件，伊的免疫反应搁入来啊，就是1+1开始出来啊。所以我们最早就在你讲，因为咱即马对武汉肺炎病毒其实无了解，伊若甲其他的一寡病毒，还是疫苗拍时阵会产生什么反应，咱唔知。是，吼这当然爱个继续嘅研究做法都清楚啦。所以上好的办法就是，咱即马明知影有足侪种嘅病毒，咱有法度的，就是抄流感病毒的，还是其他像腺病毒，还是其他，咱会使预防的，先甲预防起来。是。所以伊无机会先去产生足大的，咱的免疫反应所谓的过激的反应啊，过激的反应负担呐，无法度较大。所以即马以后若对武汉肺炎万不利啦，你若个拄着啊，伊就可能无咱想到遮严重的代志出来。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韩国即阵是这个48个人死亡吼，有人就讲吼，可能这个是预防针出问题，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5间公司拢有去制作啦吼。若是讲5间公司拢有咧制作的情形之下，来源都毋是同一批，可能都毋是这个预防针本身这个问题。所以韩国本身武汉肺炎控制的好势啊无好势，其实嘛是一个原因啦吼。咱继续来请署长。是，所以这个流感吼，这个疫苗，若准讲5间拢有发生一寡死亡。是。安尼拄啊，倒边讲起来讲，安尼大概是毋是疫苗引起的啦？但是因为这逐日拢有人过身嘛，就天气较冷，有足侪病毒，足侪其他，甚至心肌梗塞，拢看人较侪嘛。迄个中风也是。若安尼讲起来吼，这个
韩国讲这是无因果关系，我是会当接受。啊嘛讲唔通安尼个无注疫苗啦吼。啊，这个流感疫苗交这个武汉肺炎吼，即马咱讲因为武汉肺炎真严重，所以大家去赶紧总去注流感疫苗。大家唔通误会啦，唔是讲流感疫苗注了你个袂着武汉肺炎啦，是安尼啦。啊，这个当然万一若着，可能较袂遐严重，这是会安尼讲。OK。但是这两项病毒吼。是无一定有交叉保护的效果。OK。但是即马吼，啥那大家我是爱去做，就是讲安尼万一着一项，你有一项保护啊，另外一个较袂讲医师的判断吼，你有做过流感疫苗，安尼好，安尼这应该有可能 COVID-19 较有可能。当然嘛毋是大量有效，90%有效呢，有就10%人嘛不一定得流感，嘛有可能去得流感啦吼。所以这我是爱判断。啊，但是因为流感咱即马安尼啊。等于处理就好啊啦，还是简单较严重大意。COVID-19 因为足侪人无抗体，所以也无注射，所以 COVID-19 改放入去吼，负压隔离病患，改去追查恁兜接触的人啊，所以这边较复杂，莫互这个复杂性伤严重，互咱的医疗防疫人员变较无用，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上，我是爱做，但是毋是讲做吼，佮一定安全，但是吼，毋是讲无做你个。无安全，佢一定讲着 COVID-19，因为今年吼为着预防 COVID-19， 台湾是全世界上幸福、上健康的。这嘛毋是讲因为有疫苗，所以吼，这是因为咱逐个人拢做认真洗手、挂口罩、刮嘴暗，迄落吼，逐个人吼，逐位拢一直喷酒精，实名制，所以咱逐个人拢有保护家己。对我来讲，这叫做一种群体免疫，这叫做公共卫生的作为所引起的群体免疫。安尼个大家拢袂着，佫袂痛，会感染但是袂痛。若袂痛，安尼咱佫较安心啊。所以注这吼有这个好处，但是今年我会使甲大家讲，今年包括流感，会交 COVID 会减足济。数字真正会通讲话。尤其咱即马佫注较济，就产生局部的群体免疫，无都通保护到不流行。因为少年人我是拢无做嘛，但是我会较少，所以今年上有效的，就是因为咱的对 COVID-19 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对所有的呼吸道传染、所有的接触传染都有效的。所以今年我想这个流感的问题、COVID-19 问题都不会太严重。无这个疫苗的时，请大家去保持自我健康管理，唔通。考不着，佢想要去台南50万个人，什么咧看烟火，什么咧看联会，迄尽量卖尽量好。OK，就是这个群聚的尽量避免哈。但是咱嘛讲到，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公共卫生大家是有做甲透啦，亲像挂嘴啊嘛好，洗手也好，等等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公费预防车伫今年吼，差不多拢是这个政策可能敢若正10万吼，是自费这部分吼是加较济啦吼。咱看到这个自费的这个部分吼，亲像咱讲国光家己嘛有生产。这个 Sanofi 才嘛有家己这个自费的这个部分吼，另外一个东洋吼嘛是有自费的吼，公费是敢若占9%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Granso 遮啦吼嘛是有这个敢若当这个自费来去注射啦吼，咱嘛看到讲头拄咱已经讲到这个机能的培养也好啦，是细胞的这个培养也好啦吼，先来请教咱的这个卫医师啦吼，其实咱讲吼，这块真侪人要去注这个预防车，是进前就先注文好势吼，咱头拄嘛讲到为着这个预防车之乱啦吼，真侪人吼，有人讲吼，可能会当是毋是会当调用这个自费这个预防车这个部分来去补这个公费这个不足啦吼。但是自恁这个诊所来看，安尼是行袂通的哦，因为早就有人甲恁主文好势啊。因为政府伫以前有当下会甲即个预防针的公司吼，去参详讲会使你甲调度这个疫苗无？但是这伫去年产生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讲患者甲阮注文好啊，我要注自费的预防车，钱嘛可能已经纳啊，结果你甲厂商订1000支来，可能200支、300支，你剩的这700支要安怎？你无办法满足民众伊的，而且民众甲你注文了，伊满心认为讲家己注会着，结果来你遮扑空，就产生民怨。所以讲在今年，阮嘛是希望讲，在政府在即个自费的预防车的部分，莫搁去征收了吼。因为其实无论即个预防车是由
公家出钱来注乎民众身上，还是咱自费来注伫民众身上，只要民众注伫咧身躯顶，伊就会产生保护啦。尤其这个比例上吼，应该嘛是超过吼，咱头拄讲1/4，伊就已经差不多啊啦吼。啊，今年这个住的这个比例也阁是31.7吼，差不多1/3啦吼，所以已经真悬吼。但是咱要阁请教这个研究员，就是讲吼，咱若看到讲吼，这个预防射吼，其实其实这个私底下头拄也魏医师讲着吼，这个冷链的这个技术爱非常好啦吼。尤其咱咧药啦吼，可能这个有人讲，这个韩国这个病例是因这个冷链的这个技术吼出问题啦吼。所以伫咧保存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无论是自费也好，还是讲这个机能培养的这个咱讲细胞培养，其实拢有伊的这个条件伫咧啦吼。咱来讲一下伊的这个条件无？即摆吼，不管你是机能的培养的，还是细胞培养的吼。病毒出来了吼，到你创个所谓的注射瓶内底了，是啊，以咱的即马保存的时间哦，大部分都是2到8度啦。2到8度是对流感疫苗吼是最适当的时间，然后这个东西它一般可以维持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月时间。1个月时间，表示伊的保护力、伊的该用的功效吼袂变。OK。好，但是呢，你这1个月时间吼，你从制作出来，你即马都爱开分配啊。看你要分配是倒一个国家、倒一个地区时阵，但是你咧分配过程中，你都爱运输。你运输不管你是用海运还是用空运，但是你甚至你是用车辆的运输方法，你拢爱保存伊问题是温度2到8度嘛是爱搁低的。但是你就歹讲的啊，咱即马就叫做冷链啦，就 cold chain 这种冷链。问题是你的设备，敢有可能拢永远拢是好的，你歹讲嘛。万不离你来做一个所在，拄好你个温度调过，超过啊，超过8度以上以上，互你2点钟、5点钟这时间，但是你这批就变质啦，就变质啦。尤其吼，咱讲吼第一线。咱讲卫师吼，即阵咱当着吼，咱讲湘北市可能伫咧即个部分拢会当吼，即个预防射送到诊所也好，送到病院也好。但是吼，即个卫师的伊即个诊所伫咧德北市啦吼，拄着啥物款的问题？德北是还好，我必须要讲，咱德北的即个疾病管制科吼是做甲世界有名的。控制了就无论批数量、批方式拢袂歹，但是咱要知影就是讲，我即马要去摕。预防射的时，我即个冰箱内底有冰雹，内底放一个温度2度监测片，伊若是讲超过8度变色，即箱拢袂使用。OK， 好，搁放一个冷冻球，伊若是低于0度破去，我即箱嘛袂当用。所以即个过程中必须要非常之严谨啦吼。另外就是，其实我甲大家报告，大家毋免烦恼即个疫苗变质的问题啦。因为疫苗吼，咱典管有一个批号。即个批号就是讲，即批的预防射做出来，伊拢有一个身份证的号码，号码吼。你若是其中有一支柱有问题，即批的预防射，这一整个货柜吼，拢收起来，暂时拢不爱用。甲调查了无问题，才会摕出来用。好，所以讲其实咱政府、咱疾病管制署吼，伫咧即个。管制咱的预防射这方面技术是非常之好，而且每一个民众可能唔知影讲，伊这个预防射注了后，阮医生当天都要甲伊的名、伊的住伫搭，注倒一批、倒一排的，当时做的，拢爱输入 IVIS 系统，所以团起嚟啦。所以咱疾病管制署是每一日拢咧统计讲，咱即马要有偌济预防射，倒位注了好，倒位注了歹。但是今年当然，我身为即个诊所协会专联会发言人吼。必须要来遮抱怨一下啦，就是讲有当时有一寡较偏乡的诊所，伊可能塞车塞去领预防射的时，甲领就2支，领就4支，配送不足啦吼，配送不足，这实在是有影互咱基层的诊所吼非常歹做人，嘛非常歹做工作，所以咱是希望讲咱政府在未来。针对着这个较弱势、较偏乡、较偏远的所在吼，是毋是咱伫咧即个预防射的配送的方面，爱更加互伊，比如讲由政府来配送，或者是讲咱政府来互伊更较侪补助款。因为你要知，像我小一个诊所吼，我有2台冰箱，2台冰箱拢有一个不断电系统，不断电系统2年都要换一届电池，而且逐个月我爱开。1200块接伫咧中心保全，因若沿暗断电吼，
伊随来甲你处理啊。我的手机啊随好，啊，阮就随爱走来诊所，甲冰箱检查讲有问题无，若有问题啊，紧敲互即个德北卫生所的即个书先督导，伊就会随时派，伊嘛是半暝就紧来，甲这预防车拢摕转去卫生所甲冰起来。OK， 好，就是惊即个预防车害去。会变质啦。所以讲实在，咱台湾是即个预防车的管理运送是上介好的，但是伊互咱基层诊所的即个费用吼，歹势啊，图书馆是我的老师吼，是有淡薄不足啦。希望讲咱即个政府会使看到咱基层诊所在第一线吼，即个做工课即个辛苦。比如讲咱讲 COVID-19 当初是即个磐石舰。就是顺丰耳鼻喉科甲吹出来嘛，我拢叫伊叫做护国耳鼻喉科，嘿，希望咱政府会使互咱大家更较好的资源啦。尤其这个基层的这个部分啦吼，继续署长来补充一下。趁这个机会吼，咱爱甲咱的国人讲吼，有影，这足侪你感觉讲足方便的，随常是后壁是拢足侪这个医疗吼人员的牺牲奉献。你会记你，我会记你伫921大地震吼，停电也要安怎？哇！停电哦，这冰箱无油袂使咩？哦，阮这个同事吼，透早要早，就开始去倒去找柴油。像因为无对柴油，因为柴油发电机你搞我当保持这能量嘛。阮这个可欠，若无你个温度伤悬吼，你个无惊无效期啊，你等于在注水尔。所以这保持啊足好诶，包括头头讲爱用迄个看。有0度以下无，还是看有8度以下有10度，我拢这拢爱控制啊，真好。这就是咱公共卫生系统，坦白讲，当然做得足好诶。过来吼，以前啥嘛？以前坦白讲含流感啊，其他疫苗注射，拢叫小儿科医师啦、家庭医师。一开始也无互人钱啦。哦，对。一开始也无互人钱啦。个人个做白工个就对啦。毋是做白工，因兜诶。嘛爱个冰箱嘛爱好呢，嘛该看好呢。而且预防车呢是害气，阮来个背上。哇，是啊，所以拢是第一站人员的辛苦啦。特别讲实是吼，这部分吼是咱的，大家爱感谢咱的医护同仁啦吼，咱这医疗人员实在是这边 COVID 咱是遐好，实在因的牺牲啦。了解疫苗各方面完事啦。我感觉讲这个部分吼，政府的确应该爱对这个医疗系统吼，搁较。健全的啦吼，所以咱的老百姓，像我最近了迄个什么，咱的健保讲要开始调整啊。你无调整，这健康是需要用钱去买的。你讲我拢不爱调整，你会品质的。所以相应的这个负担民众家己买吼有愿意，还是讲吼爱尽量愿意，爱尽量愿意。这民众吼爱尽量讲这该调整就是爱调整，5档该调整，已经拖到6、7、8档要唔调整是袂使。这会影响到咱这个医疗卫生的品质，所以大家人爱欢喜讲好甲在有这好的医疗团体咧，甲咱照顾，有这好的公共卫生系统，该咱爱调整，该调整，唔通去对外讲一寡反对啦，安怎，所以直接我甲大家拜托，那安尼这个健保系统、公共卫生系统靠我同运作啊真好，这运作愈好，就是对这个弱势的人个愈保障，好嘅人可能家己自费家己安怎了解，但是这大家爱去调整，这我大家甲大家感谢一下啦。所以咱嘛讲着吼，这个台湾这个公共卫生会当做较好，就是有这个健保的这个基础啦吼。但是头拄这个书长嘛讲着啊，那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基础吼，来比如讲这个基层的诊所也好，基层的这个病院也好啦吼，相应的因为这个健保费嘛是爱注真济入去啊。所以咱讲，那是未来这个健保费，那是要提升，咱就是较少这个抗疫的这个声音伫咧啦吼。咱嘛讲着吼，这个透过这个武汉肺炎，咱会当伫这个公共卫生吼做个较透漏的吼，但是咱看到其实这个全球疫情也无咧消退吼，尤其咱看到吼，咱所列的这3个国家吼，咱嘛看到讲美国即阵是超过870万哦，遮尔济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小连续通报吼，可能是疫情吼，佮继续欠管的这个部分，咱嘛讲吼。伫咧拜六也是礼拜时阵估计了超过8万还是9万的这个确诊吼，声有影悬吼。其实这个副总统片时的团队佫出现有人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吼。法国即阵疫情吼也是114万啦吼，遮尔济。西班牙这个部分其实嘛105万啦吼。所以咱讲吼，其实欧洲这个部分拢是真悬吼，尤其全球咱讲已经是超过4300万的这个确诊吼。那么看到法国吼，过去24点钟通报52000人嘛是创
5日上悬吼。另外，这个西班牙是第一个破100万例这个欧盟国家啦吼。所以咱讲全球疫情也无咧消退，咱讲预防射伫咧这个部分吼，咱讲即阵也无啦吼。所以大家嘛咧望讲看会当较紧的吼，咱先搁请这个周研究员吼，咱看到吼，咱台湾其实嘛真拼死做啦，全球其实这个预防射部分嘛真拼死做。但是阵面对着什么款的这个状况，可能是可能有一寡这个副作用产生啊，大家会惊吓啦吼。所以本地按底今年底就可能有这个预防射、这个武汉肺炎这部分，即阵可能也等无爱等到明年哦。应该安尼讲吼，即马已经做啊临床试验第3期，全世界啦吼，即马有9个啦，9个产品啦。这9个产品来做时吼，但是就是想到主持人咧讲的吼，因为包含像英国的剑桥大学啦，或以色列的那个疫苗研发的团队啦，陆陆续续拢有发到讲，不管一个案例啊，2个案例，在临床试验第3期时阵发现到，但是因为伊发生啊，伊就爱甲停落来，去看是毋是这病例甲疫苗有关系无，是咱的预防射有关系无？但是当然即摆好消息是要发现甲病例吼。甲这预防射本身是无关系啦，是家己这个人本身家己的病情，伊的反应，所形成产生的。但是不管安怎讲，因为伊先停起来，再个开始，就是延缓伊的一个咱的本来咱预期12个会使开始的，这是所谓咱来讲的药物食品管理局吼，会通过开始使用，在美国去这边访问。就爱搁严啦，好，这是美国，这是全世界即卖部分啦。但是对咱台湾，因为咱台湾吼算人权至上啦，咱就保护咱被谁的安全啦、健康啦什么。所以在人体试验时阵吼，咱即卖有3间嘛，3间公司已经去做临床试验嘛，在8月底9月初入去嘛，即卖咧做临床试验第1期啦，好，但是呢，咱另外就是我的单位啦，国家卫生研究院啦，另外一个伊是希望讲在12月底，会使入去做临床试验啦。即马就当然，咱的卫福部药物食品管理局即马咧检查所有的孙心查啦，看会使过未？但是不管安怎讲啦，咱先莫讲外国啥做了偌好拄偌歹，对咱来讲，咱家己做出来上重要，因为就是你有钱嘛，无一定要有啦。尤其即马这么大疫情，大家拢咧抢啦。所以咱家己有法度做出来是上好啦。但是呢，咱来源就即马跟咱流感的预防射同款，咱来源莫讲加一位啦，就比如讲本土的家己爱有。但是是毋是咱会使讲按外头都去买，嘛是会使。咱即马陈时中部长都做所谓多方向啊来去采买嘛，不管这方面呢。我是抱持最乐观的啦，就是讲以后不管是明年第1期的，所以1、2月开始有人买会到，还是较慢时阵，咱台湾本土的疫苗嘛在做出来。那这个方面安尼搭配出来吼，其实咱对于台湾来讲是最安全的啦。台湾来当安全，就是靠这个预防射吼。不管是咱家己制造的这个来源也好，还是讲伫国外买这个部分啊，拢是真重要吼。所以回过头，咱嘛来讲到吼，这回啦，虽然已经拍400多万剂，也搁有这个200多万剂、100多万剂啦吼。咱头段嘛讲到，伊这个效期吼。差不多半冬尔啦吼，所以大家这个公共卫生的习惯也是爱来做提升啦吼。上摆一届咱嘛讲到吼，这是咱讲吼拍这个流感预防射吼，共款吼买手若是有这个武汉肺炎预防射，我想大家人嘛会去做啦吼。但是咱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经过这么大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事件以后，咱学到什么啦吼？就是讲吼，真正这个防护能力，头拄啊这个署长嘛讲到吼，若是会当吼，这个公共卫生伫疫情过后。咱拢做到遐透露，其实这个病情拢会当减少真济啦吼。咱嘛讲到吼真像咱这回当去拍这个流感疫苗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会当帮助讲医生伫2种镜头。要讲的时阵，会当去看讲吼，这到底这是虾米款的这个病毒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因为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吼，介干跳啦吼，所以要去判断伊如果伊变来变去，其实嘛无遐尔简单啦吼。上尾咱搁请教署长啦吼，若是拄到即款的这个情形吼，咱搁有啥物爱特别注意？我想我是上重要个，我莫去感染着啦吼。那莫感染着，就是讲你爱做好家己的健康管理，就是讲唔通用你的镜头啊去摸你的鼻、嘴、目睭。有人讲我最近洗手呢，你洗手了，
然后加崩遐崩又个崩掉，所以这上场当然，咱我爱注流感疫苗，因为这吼伫万一发生这个镜头迄阵，医师会当较袂遐惊吓，伊唔知讲你这是毋是冠状病毒吼？啊那转咧伊讲我有做过预防注射啊，虽然毋是100%有效，医师就讲啊，你可能较毋是流感安尼会当较紧怎开始讲去做。是毋是 COVID-19？但嘛有可能毋是 COVID-19 啦，嘛有可能其他的病毒、足侪病毒会引起这个感冒的镜头嘛吼。而且这有啥好处呢？这若真，大家人莫讲两项爱分袂清楚，爱做足侪检查。安尼时间相对当减较济吼。对，尤其你惊讲你这是 COVID-19，你个爱控制负压隔离病房，怎？这医疗人员吼会负担会足大，因为寒人到啊，足侪这种传染一直来。所以咱上好就是讲用好洗手洗好，万一尽量莫去得各种感染。那安尼吼，较袂叫做医疗崩坏。外国死啊济，尾啊拢是医疗崩盘啦。OK， 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再会，拜拜，感谢。拜，多谢。